家好，我哋係聯合醫院嘅物理治療師，今日會同大家一齊做一套毛巾操。我哋套毛巾操會包括4個部分：熱身、帶氧、平衡同埋雙引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啦 ！Let's go！ 大家可以因應個人需要，自由組合呢4部分嘅運動。以下係我哋嘅建議，供大家參考。如果想做帶氧運動，可以先做第1部分作為熱身，並重複第2部分嘅帶氧運動2至3次。如果係以訓練平衡為主，同樣都可以先做第1部分，並重複第2部分同埋第3部分嘅平衡運動2至3次。如果係同朋友一齊運動，就可以加埋第4部分嘅2人運動，同樣都係重複2至3次。如果再想挑戰自己多啲，可以增加每個動作嘅幅度。我哋嘅第1部分會先做簡單嘅動態熱身，每個動作我哋會每邊做15秒。肩關節活動，先將腳分開至雙肩寬度，企穩，跟住雙手攞好毛巾，向前伸直手臂，慢慢舉起雙手，再慢慢放低。我哋重複動作15秒，動作要緩慢。站立腰部側彎，保持雙腳分開至雙肩寬度，企穩，跟住雙手攞好毛巾，向前伸直手臂，舉起雙手，腰部慢慢向左邊側彎，再慢慢返到中間，跟住再向右邊側彎，再返到中間。我哋重複動作30秒。站立扭腰，保持雙腳分開至雙肩寬度，企穩，跟住雙手攞好毛巾，向前伸直手臂，腰部慢慢扭向左邊，再慢慢返到中間，跟住再扭向右邊，再返到中間。我哋重複動作30秒。大腿後側拉伸，雙手攞好毛巾放喺胸前，左腳伸直向前，用腳踭掂地，同時將毛巾沿住成條腿向下掃，帶返胸前，返到開始時嘅站立姿勢。右邊重複動作，我哋重複動作30秒。小腿後側拉伸，雙手攞住毛巾擺喺胸前，向前伸直雙手，同時將左腳向前踏，保持前面膝頭哥微彎，後面嘅膝頭哥伸直，腳踭要踩地，返到開始時嘅姿勢，再換右邊。要留意向前踏步之後，兩隻腳嘅距離唔好太遠。後腳踭踩地就可以啦。我哋重複動作30秒。
第二部分我哋會做帶氧運動，高抬腿並轉動身體，雙手手持毛巾擺喺胸前，向側抬起左腳至接近肚臍高度，同時將身體扭向左邊並保持身體平衡，然後返到開始時嘅姿勢，重複動作50秒，然後休息10秒。前胯步蹲並將毛巾換手，身體保持挺直，左腳向前踏一大步，踎低至雙膝大約90度，然後雙手握住捲好嘅毛巾，由外向內，從左腳大髀下邊穿過，並由右手接住，隨後左腳發力，推返至開始時嘅姿勢，重複動作50秒，然後休息10秒。微蹲雙手交替向前推擊出拳，雙手手持毛巾放喺胸前，雙腳分開與肩同寬，企穩，雙腳微屈下蹲，雙手緊握毛巾，交替向前用力將毛巾拉直，全程保持微蹲姿勢，持續動作50秒，然後休息10秒。側胯步並將毛巾向上舉，雙手將毛巾拉緊平放喺胸前。動作開始時，左腳向左邊踏一大步並向下蹲，右腳保持伸直，雙手同步將毛巾舉高過頭，然後左腳用力推回開始時嘅姿勢，重複動作50秒，然後休息10秒。第三部分，平衡運動，單腳畫8字，左腳站立，右手手持毛巾，以畫8字方式擺動，同時保持身體平衡。初時可由較細嘅幅度開始，然後逐漸加大幅度，持續動作20秒，然後休息10秒。
右腳站立，左手手持毛巾以畫8字方式擺動，同時保持身體平衡。初時可由較細嘅幅度開始，然後逐漸加大幅度，持續動作20秒，然後休息10秒。第4部分2人運動。雙人深蹲拋毛巾。先將毛巾捲成球狀，2個人面對面企，雙腳分開與肩同寬，企穩。2個人同時屈膝蹲下。當雙腿伸直時，手持毛巾嘅一方將毛巾拋俾另一方，對方將毛巾接住。重複動作45秒，然後休息15秒。雙人搖擺毛巾。準備2條毛巾，2個人面對面企，各自拎好毛巾嘅末端，然後微蹲，並開始交替將毛巾前後移動，重複動作45秒，休息15秒。雙人單腳羅馬尼亞傳遞毛巾。準備2條毛巾，並將毛巾捲起，2個人面對面企，然後右腳站立並保持膝蓋微彎，上半身保持平直地向前傾，同時將左腳向後延伸，令到全身由頭到腳展現出一條接近與地面平直嘅直線。將毛巾傳遞俾對方，然後將身體拉回至開始時嘅姿勢，重複動作45秒，休息15秒。最後都有啲小貼士提返大家，注意唔好空肚或者食飽後即刻做運動。另外，做運動嘅時候都應該穿着合適嘅衣物。如果有任何唔舒服，請立即停止運動。有任何疑問，亦都可以諮詢物理治療師嘅意見。